大家好，我係狗仔，人稱一哥嘅香港警務處長蕭澤頤喺啱啱過去嘅4月1日正式卸任。先前一哥為咗便利警隊管理層順利交接而延任2年，最終以59歲年紀卸下處長一職。佢用服務警隊36年嘅忠誠與智慧，喺香港治安史上寫下濃墨重彩嘅一筆。回顧一哥任期內嘅點滴，大家睇到嘅係一位警務人員對使命嘅執着，一位領導者對團隊嘅信任，以及一位公僕對市民嘅承諾。一哥本人諗翻起30年前嘅自己，係為住除暴安良、伸張正義嘅決心加入警隊。警察對於佢嚟講唔單止係份工，更加係佢嘅志向同興趣。所以時至今日，呢份初心仍然深深不息。能夠成為警隊嘅一員，佢感到無比自豪。蕭澤頤任內做過唔少對香港有利嘅事，尤為關鍵嘅係維護國家安全呢一重中之重嘅領域。一哥蕭澤頤率領香港警隊築牢防線，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實施保駕護航。佢親戚認識到國家安全係香港繁榮穩定嘅根基，若冇國家安全，一切發展都無從談起。蕭澤頤帶領警隊成功行出咗黑暴陰霾，實現罪案率嘅歷史性下降。喺佢嘅治理下，2024年香港含劫案僅90宗，創下1969年以嚟第2低嘅佳績，而破案率更飆升至92.2%嘅歷史性新高。呢個唔單止係數字上嘅突破，更加係實實在在對市民嘅保障。蕭澤頤將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嘅崇高使命化為日常行動，令香港穩居全球最安全城市排行榜前列。面對黑暴過後警隊人手緊缺，蕭澤頤展現出前瞻性嘅領導力。佢推動嘅內地大學招募快線同社區招募快線成績斐然。2023至24年度投考人數較前一年增長46%，入職人數增長35.6%，其後仍保持上升嘅趨勢。更難能可貴嘅係投考者嘅素質明顯提高，為警隊注入優質嘅新血液。至於喺科技強警方面，蕭澤頤同樣展現出與時俱進嘅視野。啟德體育園試行嘅公共安全管理系統，運用人工智能分析人流車流，標誌住香港警隊喺智慧警務領域邁出嘅重要一步。呢種科技與警務嘅深度融合，既提升咗執法效率，又減輕咗前線嘅負擔。同時，警務處開通抖音等社交平台賬號，一哥仲親自上陣拍片。呢種貼近潮流嘅傳播方式，打破咗警民溝通對峙壁壘，令警隊形象更加立體鮮活。一日係警務處長，一日都會繼續努力我的工作。呢句樸實無華嘅承諾，正係蕭澤頤警察使命嘅最佳腳注。企喺新舊交替嘅節點，我哋衷心感謝蕭澤頤處長為香港社會長治久安付出嘅智慧與汗水，亦期待新任處長能夠延續呢份專業精神，秉持忠誠勇毅、心繫社會嘅警訓，與全體警員繼續守護呢顆東方之珠嘅安全與繁榮。